台南市有一個查某警察歇假的時陣騎奧多擺，佇路裡和後壁一隻奧多擺撞到了後，佮和另外一隻閃袂赴的遊覽車來個撞到，不幸過身。不過因為這個警察唔是佇咧歇假的時陣來發生事故，無因公死亡的撫恤金，這警察當然是真痛心，打算要為伊來發起募款。野樹的下鄉專車到停佇現場，感謝人員詳細比對採證，日白早起。佇台南藥品派出所服務的姓陳女警騎機車經過安南區安和路二段時，和後壁姓陳女騎士對撞，女警機車甲遊覽車相撞，不幸死亡。姓陳女騎士甲40歲遊覽車司機酒測了後，無酒精反應。一味注意車前狀況，撞擊鄭女所騎乘機車後方，致鄭女機車偏離車道，與行駛之營業大客車發生擦撞，造成鄭女當場無生命跡象。消息一出，互同事真艱苦，因為女警做警察2年，表現良好，要協助找無路的老人回去厝的詐騙毒品。所屬派出所偵破詐騙家人譚愛珍的案件，女警也定陪譚愛珍4過社團反詐騙。只是女警查獲迄日是休假日，無法度申請因公死亡撫恤。所屬第10分局會以服務年資依法發放一般的撫恤金加公布死亡給付年終補助。對方捌講好30歲要互因結婚啊，因男朋友也是做警察啊。30歲嘛，要幾檔啊？明年啊。禮拜下晝，檢察官甲家屬相驗遺體，初步判定死因是交通事故，致使頭部重創。警方調查相關畫面，也發現車禍迄當時親像有另外一台遊覽車佇路邊違停。警方初步判定遊覽車違規，也毋過甲車禍敢是有直接因果關係，也愛鑑定。已經請駕駛到警察局製作筆錄，賠償迄當時車輛的位置甲動向。記者綜合報道。